with my eyes closed, lifting up my hands. I've been lost in the moment, sending up praises. Now I think I understand. When I open up and let it flow, I feel your touch and then I know I can never live without it, and I'm never gonna doubt it. Every day it's new, yeah. There's nothing any better. I'll be singing it forever. I worship you. I'm standing on the edge now, looking to a new place, going deeper still. Feeling is electric. You move the power and the glory. Just move the way you will. 我们要更多 You move 我们要更多完全的照你。我是爱玉阿百姐妹母会的牧师，从1988年开始，从前几任牧师以及同工们重新计划建造教会硬体设备，到现在2013年已经按年25年之久。所以当我2006年来帮会牧会，很自然的也承接这个计划，继续来完成建堂的意向。当时就和同工满3亿，我们以10年的时间，以及计划1500万台币，需要来建这个教会。那么我们也需要全教会的信徒共同完成这个计划。但建堂的经费对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来说是一大的负担，家庭生活已经非常困难，教会又要信徒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一个事工，牧师非常不舍，也不愿意。当我看见教会弟兄姐妹在缺乏中得以摆上他们的侍奉跟奉献，给我们所有信徒很好的见证跟激励，愿神祝福愿意摆上的人，也摆上你们的祷告，求神的帮助撑住我们这个计划。为我们教会合一的灵祷告，因为就是我觉得当一个地方在复兴的时候，邪恶掌权者也会就是开始做一些扰乱，所以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团契都需要彼此委身、彼此尊荣。我觉得在这部分我们是需要一直持续祷告的，还有为我们的领袖祷告。特别是合一的心，就是合一的灵带导，不只是我们的同工干部，还有长子牧者。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信徒们的心，真的是要打开他们的心，打开他们的耳，让我们就是真的能够把神的福音听进去，然后行出主的话，然后就是特别为合一的灵带导。弟兄姐妹们一起为我们的牧者，还有我们的长子，为他们这个新一年度里面新的成员，然后为他们服侍，然后上代求。上次美丽牧师来的时候，就是让我在信仰上面有很大的改变，给了我一个就是还蛮有负担的名字，叫做以斯帖。他帮我祷告的时候，就是给了我蛮大的就是力量。在那个就是老师，就是教会青年跟主日学老师方面，就是蛮缺乏的这样。比较大的一些哥哥姐姐都离开部落，在外面打拼这样，所以就是人力越来越少，然后教会的器材。就是也是蛮缺乏的，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几乎都是自己家里有的，然后来教会利用这样。还有在建堂的方面，就是希望你们就是大家可以帮忙一起帮我们祷告这样，然后就是相信上帝会看到，然后就会帮助我们这样，一起加油，拜拜。嗨，没有看到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愿神祝福你们。上帝爱你们，我也爱你们，拜拜。许愿富有怜悯和慈爱的父神，在我们中间兴起火热侍奉的心，也借着在基督里建立彼此的友谊。愿神的恩典祝福满满在你们的教会。